差不多有30几年无灌过。我做囡仔拢咧灌这，迄坑若伤大坑吼，有可能是大坑。哎，不是吧？我跟你讲，这大坑诶。男生女生若要约会，你应该会捌听爸爸妈妈讲过，讲起就约会念甘蔗园啊！你甲我证明一下，我讲这个故事是真的对无？是有啦，我约会拢去你甘蔗。啊，你有去过无？同我拢去公园的。技术准备哦。当下同学。就怀疑。怀疑。真的，差一点点啊！哇！你这要求诶！阿喜，你要帮这个男的，这个男的不大喜。不可以啦！下面感受来。我目眶红红。